彭恰恰，还钱！还什么钱？钱是我凭本事借的，为什么还你？彭恰恰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只有我借钱给你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那只能怪你有眼无珠了。你，来，打，1巴掌2万块，刚好最近我想换车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，彭恰恰？你给我等着。彭恰恰，你给我出来！彭恰恰，干嘛？在这边呢？又怎么了？2万，4万，爽！丟你就快跳啦，費事佢打我啊！關你咩事啊？丟你個蟹啦，咩唔關我事啊？你嚇走晒我啲蟹，我丟咩啊？我出半陣先，我老婆同我講，今日丟唔到蟹，以後都唔俾我釣蟹啦。咁丟蟹係我唯一嘅興趣愛好，唯一嘅興趣愛好都冇咗，我生存喺呢個世界上有咩意義啊？所以現在馬上立刻你給我嘎，你不嘎我嘎，你嘎不嘎關我什麼事？對了，我嘎不嘎跟你沒關係，你嘎不嘎跟我也沒關係，但是討厭你的人會很開心。關心你的人呢？娶老婆了沒有？還有幾層先呢？8層。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態每種風雨，披身打我面，身處高峰上進與師兄。行啊，不說了，今天又空軍，去市場買幾隻蟹回去交差。為什麼？從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達。想起多，還不如掉下去。